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敬拜和祷告，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迦南教会欢迎你，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与你在一起，迦南教会欢迎你，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好喜欢和你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再一次，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用掌声将一切的赞美献给我们的神。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弟兄姐妹，请坐。意象是从神而来的特别看见跟启示，让我们能够看得更高，看得更远。方向是让我们能够走得更深更广。旧事已过，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新的。在即将来到的2025年，相信神带领我们有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有新的事工，还有新的使命，让我们一起向着标杆直跑。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爱，天要敞开，让高情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爱，生命灵灵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是的，神要做新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
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里面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生命里面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生命里面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信心的道路是我们一生都要行走的路，虽然有时令人感到孤单，有时感到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仰望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求主帮助我们全心忍耐，奔跑到底，为了得着胜利的冠冕。无论前方路有多长，不要忘记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是我帮助，在光中陪伴我
我们定睛在上帝，生命中一切的缠累锁链都将一一的松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仰望耶稣，纵然跌倒了也不要放弃，让我们在荣耀中一起来经历神。我生命中每一个难处，你的能力为我遮蔽，凭着信心走进神迹，在荣耀中经历我主。一起仰望耶稣，风雨中仍站立，不要惊慌，不靠势力，纵然跌倒也不放弃，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缠累，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无论前方路有多长，永远不放弃。无论前方路有多长，永远不放弃。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缠累，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竭力敬拜，快跑追随，荣耀中我经历你。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透过诗歌再次提醒我们，不论前方的路有多么的长，我们的生命中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或压力，主啊，谢谢你，你都在光中陪伴我们前面的路，你都以你的能力为我们遮蔽，成为我们的保护，使我们不跌倒，也不再放弃自己。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接着我们的下一个是服事奉献的服事哦，哈！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是向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是向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欲将这里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
万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过去的陪伴，让我们能够经历各样的事情，在今年最后一个礼拜日，能够我们才能够站立在这里。主耶稣，你是如此爱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像你一样，我们要回报你，我们要像你一样来爱你。求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渐渐明白，所谓的爱不是想着要对方从对方身上获取什么，而是我们要学会为对方付出什么。所以，我们在学会那之前，我们只能用我们的金钱来作为圣工所用。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在明年能够新的开始，能够有新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本周的经句，是罗马书14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请。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而在于圣灵所赐的公正、和平、喜乐。罗马书14章17节。我们再一次，请。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而在于圣灵所赐的公正、和平、喜乐。罗马书14章17节。好，接着下来是我们的报告。我们第一个报告是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行程费用还有报名说明，将在今天的主日哈，今天中午12点半到1点半，我们会在49号的2楼礼拜堂，我们邀请兄姐一同参加。等会牧师也会有特别的说明哈。好，再来我们的太仓停车场就是中华路65号，他们在1月1号会有一个停车的调整，就是涨价了哈。但是我们教会还是依然会补助我们这个礼拜的这2小时。再来是2025年1月1日起啊，我们的集在人在的会员所属的小组，你的名单都会在我们的49号1楼的公布栏，请大家去了解一下哈。好，2025年1月小组聚会的时间哈，我们是在1月12号的这一周跟1月19号，就这2周，请我们的小组员、小组长大家留意这件事情。好，2025年的第一次圣礼点就是下个礼拜哦，1月5日哈。那刚刚牧师在台语讲道中有说，我们这次有将近10个人要受洗哈。那请这个受洗的人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1月3号晚上7点半，好，要有那个受洗的人要到501教室跟小会员有问道礼跟见面的这样子一个仪式哈。好，来跨年祷告会，你们知道跨年在什么时候吗？12月31，星期几？礼拜2。都是明仔，你们知道吗？知道。叫做什么？跨年祷告会。不是啦，明仔叫做奥礼，知道吗？虽然我台语很烂，可是我担心你们以为这是2个礼拜后的事情啦哈，所以是明仔就是后天，请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什么？跨年祷告会。对，牧师说他会在那天特别讲10个项目，对不对？100个。好，没关系，反正就是牧师的事情就对了。我们就是负责要来参加，这样知道吗？几点要来参加？10点半。我跟大家说，宁愿睡在圣殿，也不要睡在你的被窝，好不好？虽然那个时候天很冷，虽然是10点半，好不好？好，来。333祷告会是我们明年开始要进行的哈，那牧师也会等会在讲道的时候，他也会特别为这个事情来多的解释哦哈。那所以我们第一次的333祷告会就是在1月8号，一样礼拜3的7点半。那我们的地点在哪里？33号。就在你现在坐的地方。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不是在49号的7楼，我们是在很大的33号的新堂这里，所以我们将预计要多少人来参加，你们知道吗？333。对，牧师都这么说了，333呢，所以你333有没有包含你？好，我们就来看看哈，请区长、小组长留意你的小组员有没有来参加333，这不是胁迫，也不是压力哦，就是一起来祷告，好吗？
好，2024年圣经共读，感谢哦。我们今年读了几卷书啊？牧师我已经忘记了，9卷书哈。那现在我们在读罗马书也快结束了。那过来在明年的1月、2月，我们会改以用灵修笔记这个部分，牧师也会在讲道会特别跟大家说明。好，奉献证明，如果你要开立今年2024年的我们的奉献银行转账是到12月31号礼拜3截止。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召开理监事会，就在今天本主日的1点50分，地点在401啊，请理监事协会留意。好，我们第6组的陈华手姐妹在12月25号蒙主恩召，12月27号已经完成了在殡仪馆已经完成了入殓告别火化及安放礼拜，愿主的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哈。好，我们要来宾介绍哦哈，我这里手上有吴玉坤是好哦，好，倪明杰哦，先介绍这位哈。好，吴玉坤弟兄，嗨，平安，好，我们热烈欢迎哦，好，我们热烈欢迎哈，好啊，请帮我们教会有一个礼物哦，哈，欢迎你哦，玉坤兄。好，再来一位是倪明杰跟齐宣恩两位先生在哪里 ？Hello， 请起立，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吗？很不好意思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破虾改卡大虾，好不好？让我们有热情的给我们的新朋友哦。好，我们欢迎。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没有，我还没有。对不起，好，我们要读圣经哈。我们今天读的是罗马书14章16到19节。我们对，好，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哦。好，喂，麦克风有开了吗？好，我们可以打开我们周报的第9页啊。好，在我们周报第9页有2025年度的区组长的名单。那么教会在明年度呢，好我们请我们的华语礼拜牧区的牧区长老、区长和小组长都来到台上。好，那他们来到台上当中呢，牧师也跟大家来介绍，就是在我们教会的2025当中，我们把迦南教会的会员呢，好分为4大牧区，好，那以礼拜来区分，参加台语礼拜的就是台语礼拜牧区，好，参加这一场华语礼拜的就是华语礼拜牧区，好，那参加周6的青年礼拜就是青年礼拜牧区，好，参加礼拜天儿童的阿嘎佩礼拜就是阿嘎佩牧区啊。好，那我们在上一场台语礼拜已经有来介绍，也有举行就任。好，那我们也要在这边来特别介绍我们华语礼拜牧区的同工。好，那我先来介绍我们的2位的现任小会员是牧区长老，好，分别是黄家生长老跟丁家硕长老，好，刚好在左右两边哦。好，我们先拍手，好，来谢谢他们愿意来担任好在这一年当中的牧区长老。好，那我请那个家生长老来介绍他的区长，好，然后再请每个区长来介绍他们的组长。好，那先家生长老来好看周报的第9页来介绍。好，那在家生的区长牧区长这有2个区啊，是华1区和华2区。好，可能来到中间，荧幕比较看得到。好，大家平安。好，我来介绍华1区的区长是翠芬长老。好，然后再来华2区的长老是第一个是如山长老，好，然后第2个是敏哲长老。好，那我现在请翠芬长老来介绍他的小组长顺便送礼物。好，华1区的小组长哈，第一位是林雅琴姐。好，我们谢谢雅琴姐愿意哈。然后第2位是金流姐，杨金流。那第3位是家珍，杨家珍，谢谢你。好，好，那我来介绍，我是华2区的区长哦，我有2位小组长，还有1位，那第1位是那个佑佩。哦，我们鼓励一下啊！他第一次当小组长，他很勇敢。谢谢。好，我们第2位的小组长是思雨，他也是第一次当小组长。然后还有1位志鹏兄，我们他是要帮助那个思雨的，他已经做了
好几年的小组长，然后他现在不能退休，他想要退休，我刚才讲说不能退休，要帮我们思雨哦，帮他带起来哦，谢谢。好，那这是华一、华二区，好，接下来请不是华二拍谁？还有我华二区呢，我们另外有2位小组长哈，第一位是瑞哲兄。第2位是德恩执事。好，以上是华二区。好，谢谢华一、华二。好，那接着再请嘉硕长老好来介绍华三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今年华山区，我们目前只有1区，那就是我们的田处瑜长老作为我们的区长。那我们期待我们明年能够再多一个区，再多一个区长，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处瑜长老为我们介绍我们华山区的小组长。好，大家平安哈。看起来我们华山区只有1区，对不对？可是我告诉大家，我们有5个小组。来，我们来请那个牧区长帮我们送礼物啊！我们第一个小组是和平小组，谢秀凤执事哦，秀凤姐妹，好来。照相，来看地珠。好，我们第2个是16组的赞美小组，陈琼带小组长。好，再来是我们的复兴小组，张婷小组长到中间。再来是我们的上青小组，康佳瑜小组长。再来是我们节制小组哦，本来是夫妇小组，现在改名叫节制小组。我们的小组长叫做陈丽华小组长。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那我们这个合照拍得进去吗？试试看啊，大家就要尽量往中间靠拢一下，好，然后半身这样子。好，可以。好，来，我来站这边好了。好。好，我们给这些区长们还有小组长们掌声鼓励啊！好，谢谢他们愿意服侍。好，那也求圣灵的帮助。好，那我们来。好，谢谢。好，接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哦，哈，不会很长，16到19节，我们开口一起来大声来读神的话语，好吗？一起来。不可使你认为好的事得了坏名，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而在于圣灵所赐的公正、和平、喜乐。这样侍奉基督的人必定得到上帝的喜欢和人的赞许。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促进和睦、彼此建立群体生活的事。好，我们请陈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最重要的10件事。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上个礼拜说圣诞快乐，这个礼拜要说新年快乐了。好，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再跟他说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好，2024年呢即将要过去。好，在这一年当中，不晓得你有没有写日记，或是留下什么样的记录呢？好，在我们的周报刚才有提到，好，周报的第5页和第6页，好，有讲到我们明年度的灵修呢，1、2月份，好，要来邀请大家一起操练灵修笔记哦。灵修笔记呢，要做5件事情。好，第1件是读经文，第2是挑金句，第3是写感受，第4是今日事，第5是今日必哦。好，那这5件事情很简单，好，请大家一起来说一次：读经文、挑金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必。好，透过这样子的灵修笔记，好，
那可能我们有的人会有像这样子，牧师也很喜欢用这样子的周记，好，能够把每周的事情记录下来。好，那这个是我们教会长老教会出的，所以它也有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进度是按照新眼光。或是呢，你有自己的这个灵修的笔记本，或是呢，你也可以按照我们的周报好的第6页，好，那这有5件事情，在15分钟当中，好，让大家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可以持之以恒来进行。好，15分钟呢，先请大家能够读圣经，按照当天经文的进度，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理解，我们可以用现代中文译本，好，能够更容易抓住圣经的意思。第2件事情呢，就是从经文当中挑一个金句，所以写在我们的这个金句的框框当中有个括弧。好，你那天的金句你自己挑选，要用几章几节记录下来，好，可以挑选下来。第3个呢，针对今天的经文写在第1行，好，就是今天的经文的感受和领受，用20个字呢，好，能够把你的感受记录下来。好，那不一定要写得很完整、很完美，好，但是它是让你有一个提醒，有一个记录。再来就是今日事和今日毕，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非常的忙碌，好，所以可以在你灵修的时候，把今天的事情好先自己记录下来，并且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求圣灵的帮助，能够在一天当中来完成这5件事啊，这个一天当中重要的事情呢。当你每天都有这个习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优先顺序 （priority）， 好，就是一个罐子，先放大石头，再放小石头，再放更小的石头，而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就会安排的井然有序哦，也会让你的一年当中更加的顺畅。所以这5件事情，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第1个是读经文，第2个是第3要写感受，第4今日，最后今日毕。好，那在1年累积下来365天，相信我们可能就会看见，哇，这1年当中充满了各样的见证，而这个灵修呢，也会成为一个当中很重要、好、很珍贵的属灵日记哦，也是上帝与我们同行的见证集哦。好，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写灵修日记、灵修的笔记。而2024年即将要结束，1年当中，身为一个台湾人，好，你还记得台湾发生什么大事呢？今年当中值得记录的时刻、事件。选举好啊，有的会想到棒球好，然后呢，有的会想到这个地震好，那这是在各个媒体上面列出来的10件关于在台湾好今年好所发生的10大新闻啊，好，那这当中可能你应该都多多少少要知道啊，好，比如说总统谁当上总统，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可能就不是台湾人。然后我们的国会在这个职权上的争议，好，那新闻高度的关注，还有今年有这个 ETF 之乱哦，好什么00940，好，然后这个00939，好的造成的这个全台之乱，还有食安危机，好，宝林茶室，好跟苏丹红，还有花莲403大地震。好，以及我们在捷运发生的这个公安事件危机，还有这青年青安，好造成的房价好没有得到好的抑制的效果，还有这个正在上演的金华烟云呢。好，刚才上一场礼拜结束，就有人很兴奋跑来跟牧师说，牧师抗告成功，这个又要继续演下去了，好，要继续演下去了。好，那还有呢，在今年的11月，好，这个3个台风，好，很奇妙的，好，一连串，好，这样接二连三，好，特别这个3陀儿台风，好，让台湾放了有史以来最长的台风假，好，那还有刚才讲到的奥运也好，或是世界棒球赛也好，这都是我们在2024年当中会有共同的回忆啊。那在全世界的新闻当中，你记得几件事情呢？好，整个世界发生的。可能你会记得就是川普当上总统啊，选举啊，还有这个 NVIDIA 啊，好，这个成为全球的市值王啊，在1年当中好一路的窜升啊，好，它的市值来到了3.6兆美元啊。还有在中东的继续的以哈冲突，还有人道危机，还有以色列黎巴嫩停火60天的协议，还有2004年西班牙大洪水，好，这件事情200多人死亡，好，是一个史上最热的1年啊，1年365天当中，有41天好是危险的酷热，好，是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酷热当中。还有的诺贝尔文学奖好首位的亚洲女性是哪一国人？最近韩国人叫做韩江啊，还有这个马斯克靠谱啊，好发大财好，然后大谷翔平50是什么？全垒打，还有呢
盗垒，好，在一个球季以内啊，他达到了大联盟100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达到的记录啊。还有川普，好，枪击回到白宫，还有南韩的戒严，好，总统遭到弹劾，还有最近日本的首相，好，他是5度参选哦，4次落选，这一次是逆转胜。好，这可能都是在全世界当中好共同所发生的，也会成为2024好我们其所会关心的。好，那我们在今年读了9卷的共读圣经，好，那读到最后一卷罗马书，好，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卷。而这一卷圣经当中呢，你要怎么样的能够去融会贯通？好，你也可以把这个圣经用你的方式来记录。我读了这个圣经，我学到了什么？好，所以牧师大概就自己写了10个问题，这罗马书能够帮助我回答的10个问题。第一个，这世界上有神吗？第二个，这个神是公平的吗？第三个，这个神值得人相信吗？而这个神如何对待行恶的人？还有这个神怜悯受罪的人，以及神如何管教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还有神如何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而第8个是得救的人如何得到永生？而神如何拣选那些对的人，神所应许的拣选的人呢？以及这些对的人，他们要如何影响世界？好，我想这是罗马书好让我看到的学习，所以我把这些的10个好让大家来分享，就是你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好，在你的2024即将要结束，2025即将要来到，而我们好都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整理。让我们能够对这一些不管是世界上、社会上，还有在圣经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都能够有更清楚的掌握和明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时间过得非常快，去年还在跨年，去年还在结束2023年，而如今我们又即将要挥别2024。你知道你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非常的短暂。但是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进入那永恒，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着那智慧的心。也愿你其实祝福我们在这一年即将要结束的这几天，特别参加在今年的跨年祷告会，我们能够有更完整的领受，也能够有更好的预备安排来面对新的2025年。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17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圣灵所赐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公义、和平、喜乐这3件事情，也是在罗马书当中所要让我们学习的。在年底当中，我们可能会一直小组的聚餐、聚会，或是我们要迎新和送旧，我们可能会有尾牙，会有春酒。但是这一切当中，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看见神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呢？圣灵中的公义，其实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道德上合理正确的行为。好，请大家说一次。道德上合理或正确的行为，这是字典对公义这个字的定义。但是圣经当中的公义呢，是我们一起来念：神自己在每种属性、每种态度、每种行为、每句话语上的完全无瑕，这是公义。所以我们在中文当中，我们不太容易去明白，但是在英文就很容易明白。英文的公义怎么说 ？In English。好，就是 right， 好，那名字就是 righteousness， 好，所以我们这个在美国，好，美国人常常喜欢打招呼，好 ，all right， 好 ，do the right thing，do the right thing and do things right， 好，就是这个 right， 好，这个字呢本身就是跟神的公义有关。在每一个事情上面能够看见神的属性、神的态度、神的行为，还有让神的话能够完全无瑕。在新约圣经当中，公义通常是用在描述人的有关的行为，甚至这个行为是跟从神而来、从神的关系开始的。所以公义的相反就是不公义，不公义呢就是邪恶，是一种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这种不公义、这种邪恶呢，就是不敬畏神，也不尊荣神，也不尊重人。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中的公义，就是追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来遵行神的公义。所以在新的一年要来到，我们不仅是为
明年祷告能够行出神的公义，也要为今年来祷告，好让神的公义好能够建立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当中。而圣灵中的公义好才能够带出圣灵中的和平。和平在圣经当中好旧约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 shalom 们都会认为是平安，但是 shalom 呢也是指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平静安宁的样貌。所以什么是平安呢？就是平静安宁。台语说平安无代志，没事没事。所以没有事就是一种平静安宁。但是这个没有事呢，不是真的没有事，是因为很多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才能够平静安宁。好，所以今天你能够坐在这边安安静静的做礼拜，因为你今天先安排好很多的事情，安排好你很多的行程，所以你才能够安心在这边做礼拜。可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安排呢，你可能坐在这边，你就没有办法安心的没有那份的平安。同样，圣灵赐下的公义是让我们得到圣灵所赐的平安。罗马书告诉我们，罪人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他没有满足神的公义，他的很多的过错、很多的过犯没有得到的满足，以至于上帝呢，一直让他没有办法过平安的生活。但是耶稣呢，却为我们的罪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因为神的公义被满足。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让我们能够得到圣灵中的和平。所以先有公义，才有和平，而有和平才会有什么？喜乐。所以圣灵中的喜乐，最后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知道，圣灵中的喜乐就像是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第3到第4章，有3000个人、5000个人得救，然后得救之后，大家都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就他们在吃每一餐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那最近有很多的小组的聚餐，也都会邀请牧师，所以现在牧师有个感觉，好像是一个职业的陪酒，不是陪酒，这个应该是个荣幸能够参加每个小组这个1年来的成果，看到大家在一起，有的是唱歌，有的是分享，有的是一起祷告，有的是一起敬拜，这都是大家每一天365天累积下来，可能不是每一天，但至少是每一周或是每一次小组聚会所累积的这个公义、和平和喜乐。所以牧师到每个小组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那个小组在一起的氛围还有喜乐。而也有同工去统计说，牧师从上个礼拜天到这个礼拜，我已经吃了6拖了。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一天都要吃1餐。但是圣灵当中的平安喜乐，也如同五旬节一样，天天存着诚实欢喜的心来用餐和用饭。所以如果我们还有小组还要聚会或是聚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追求的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怎么样大家可以享受这个喜乐，而这个喜乐是来自于圣灵中的和平，而这个和平是来自于圣灵中的公义。另外一个喜乐也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这个喜乐在很多人来看不见得是喜乐，但是对他们来说是超级喜乐。在使徒行传第5章呢，彼得和这些的使徒，他们去传福音，带很多人信主。可是呢，很多人得救很快乐，可是很多人很生气，特别是在公会当中，在这个祭司长、文士，他们就捉拿这些基督徒，审问他们，拷打他们，甚至逼迫他们。可是他们为什么非常的喜乐呢？为什么他们非常的喜乐？如果我们读了罗马书前面第3章到第5章，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就因信成圣，因信成圣就会愿意因信受苦，在受苦的当中是与基督一起受苦。使徒行传的第5章的时候，这一群人为耶稣受苦，耶稣不过才被钉在十字架上不到半年的时间，耶稣才刚刚被这个人所钉在十字架上而复活升天，他们都还来不及跟耶稣道别，还来不及跟耶稣一起背十字架，但是今天他们居然找到一个机会，找到一个方式，特别像彼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跟他说上十字架之前还说他3次离开他，
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好，这个门徒约翰在那边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非常的痛苦，他都没有办法去减轻他任何的痛苦。但是现在他们找到一个机会，就是能够因信受苦，能够与主一起背负这个十字架。所以当他们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带领人信耶稣，为人来祷告的时候，而就算被人逼迫、被人辱骂、被人讨厌，或是他们身上遭受鞭打、遭受折磨，但是他们找到一个，哇，这就是我跟耶稣一起背着十字架，我终于有机会可以跟耶稣一起背十字架。过去是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牺牲他的生命，我完全没有办法为他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如今这些的使徒门徒找到了机会，就是我可以跟他一起同死同复活，一起背负十字架，所以他们大大的喜乐。所以使徒行传第5章说，他们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得为耶稣的名受辱，所以他们心里面满心欢喜。这是一种圣灵中的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来得快，然后去的怎么样？更快。好，我们上个礼拜还在说圣诞快乐，好，这个礼拜呢，好，这个我们只看到前面还剩下圣诞红，好，但是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圣诞好快乐这个快乐在哪里？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限制。刚刚我才讲《使徒行传》第5章的这个痛苦中的喜乐，但是2000年，快要2000年了，你再去看到这一群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领受到圣灵，他就把圣灵中的喜乐带给你，你就发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而且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能够这样的体会，是因为喜乐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所以在罗马书14章，今天读了16节到19节，特别17节，圣灵中的公义，圣灵中的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是有一个优先顺序。这3件事情，你要先追求哪一件事情？公义，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大家说一次，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当你没有和平，就没有喜乐。大家说一次，没有和平就没有喜乐。在小组当中、教会当中，都可能会因为一个台语说没拄好，不小心，结果呢，失去了和睦，失去了和平，变成纷争，变成埋怨，变成嫉妒。当我们在肢体当中失去和平的时候，我们就尝不到那个喜乐的滋味。我们都盼望得到喜乐，都盼望上帝的喜乐的灵充满我们。但是这个喜乐的充满之前，是要先追求和睦的事情，与众人和睦的事情。而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是说大家都点点都不要讲话，而是你要先追求公义。明年是228，好，1947到2025，好，这样经过了78年。228的78年来，有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而228刚刚发生的前40年，政府马上用戒严的方式，好，2个礼拜前韩国也戒严，好，6个小时就解除了，好，创下史上最短的戒严。可是应该是70几年前，台湾的戒严呢，好，中华民国台湾的戒严呢，创下世界第2长的戒严哦，足足38年都在戒严，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会结社。但是政府用戒的方式，真的能够满足公义吗？没有办法。这40年来，台湾人虽然不能够提到戒严，甚至连228这个字都不能够去提，那个日子都不能去提，什么事件都不能去提，好，甚至不准说，说了就被抓去军法审判处，好，抓去景美，好，抓去那边审判。但是公义不在，就没有那个和平，就没有那喜乐。一直到228接近40年的时候，才有一群人，还有一群的牧师上街头，说228是公义和平日，要公义，要和平。好，这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开始有人出来讲228这件事情，以至于呢，好，那个时候好才开始在戒严的尾声才开始松动。
我们才开始真的解严，才开始恢复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才开始恢复了新闻自由、媒体自由，一直到今天又要过了将近40年，因为明年是78年，再2年就80年。我们会看见228事件这80年前半段，在一个没有追求公义当中的和平是一个假和平，可是后半段后面这40年开始勇敢的去面对过去，去面对真相，去发掘历史，好，大家去认识那个痛和那个伤，好，那个花莲的张七郎，好，然后在这个苑里的苗栗的，好，在新竹的，在嘉义的陈澄波，各个地方，全台各地都有很多在228事件当中的受难者和牺牲者，而他们所遭受的冤屈一一的偿还。所以今天我们还可以去到南海路，好，在台北，或是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些228的纪念馆。你可以去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好，并不是说去替某个人说话，而是要追求公义才有和平。所以，我们每一年的228，好，在放假的时候，才越来越有那个放假的那种感受。好，明年的228是连续假日啊，好，现在228都很容易遇到连续假日。在228连续假日当中，我们都在享受去露营，好，我们在享受出国去旅行。在228我们享受去看电影，好像很喜乐，但是是因为有一段的和平，也是因为前面有一段的公义。圣灵也是这样，好，英文好，在罗马书14章17节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food and drink, but righteousness and the peace and the joy in the Holy Spirit。好，我们一起用英文来读一次看看。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food and drink, but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这3件事情 ，righteousness, peace, joy 都要 in the Holy Spirit。圣灵来参透万事，圣灵来是要帮助我们知道对跟错，神的标准，神的原则。圣灵来是要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性情，而追求公义，追求神的公义，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 ，shalom, peace 和平安。有真正的和睦的时候，你就有喜乐。不论好你的经济如何，身体健康如何，环境如何，工作如何，学业成绩如何，但是因为你与神和好，跟神有正确合宜的关系，你就有这个源源不绝的喜乐在你的每一天当中。阿们。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好，因为我没有在这里服侍，我在台中服侍。好，那在服侍的时候呢，好，最后一场的聚会，好，也有分享，好，2024年的预测。所以1年过去了，我又回过头来看去年所这个预测的是一个经济学人的这个杂志啊，他们预测什么事情呢？在2024会发生的10大预测。所以呢，我昨天也把它找出来，好，做一个评估，说这个预测到底准不准呢？他预测第一个就是全球42亿的人口，好，会有70个会举行70多场的选举。好，第一场举行的是在台湾，最后一场举行的是在美国。好，这真的是从1月13号到11月，好，这全世界有一半的人都用选举或投票的方式选出新的领袖。而这个经济学人也预测呢，川普有1/3的几率会当选总统。好，那时候去年这个时候呢，川普都还没有被提名，完全没有。好，可是这个杂志已经预测他有1/3会当选啊，厉不厉害？非常厉害。然后他也预测到欧洲必须针对乌俄战争，必须要要表态，要拿出立场。好，所以今年上半年，欧洲因为乌俄战争，好，做了很多的支出和开销。还有哈马斯好跟以色列的以哈战争的范围会扩张，好，所以不是只有在巴勒斯坦，甚至来到了伊朗，好，甚至呢还扩张到了黎巴嫩啊，好，都被精准的命中。还有美国的战略位置呢会转向亚洲，更专注于新崛起中的中国的竞争啊，好，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中国的经济放缓，台湾局势会紧张，好，经济学人非常的关心台湾。美国继续限制中国取得先进技术的一种新的
冷战，好 cool war， 好就是呢，好会在这种不是打那个火热的战争，好是用这种冷战的方式。第7个呢是清洁能源的转型，太阳能和绿能呢，好会让这个世界的资源会重新绘制版图啊，好所以有抓住的人呢，好在2024年好会靠着绿能啊碳税好会赚很多的钱。还有新发的经济呢，好会表现得比2023更好，好，但是中国会陷入通货的紧缩，好，果然也是这样。第9 AI 人工智慧好的监管和改造对企业是一个风险，但也有可能是一个诱因哦。还有第10巴黎的奥运，好，这一切呢，好会让人的意识形态愿意暂时放在一旁。这都是去年的预测，好，但是呢，这个预测呢是长期的观察、长期的评估，所以大胆的写出来。但是我们在1年之后再来看，这些事情，如果我早一些知道，我可能要去投资，我可能要去开公司，我可能要去做买卖、做生意，你可能就可以跟着这预测，好，在这个浪潮的上面。但是如果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可能就跟他相反。同样，上帝也对我们的世代、对我们的世界做了预告、做了预言。当我们预先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浪潮的上面顺着风而行。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这么困难？好，做什么都不对，因为你没有明白神的话。好，那最重要的10件事情，好，迦南教会10件大事。好，那牧师也做了整理。好，想不想知道迦南教会的10件大事呢？好，想的话，我们就礼拜2的跨年祷告会，好，请大家来参加。好，那牧师就让大家好看一下，我已经写好了，好，但是我可能还会再改。好，但是这是牧师版本啊，你也可以写你的版本。好，迦南教会的10件大事。好，但是如果今年还有聚会，或是明年有小组的时候，你可以来分享一件今年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或是明年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当你分享出来，就像你在写灵修笔记一样，今日事就要今日毕，把你的优先顺序 priority 摆出来，把那个最大的石头先放进去，就可以再放小石头，就可以再放沙子，就可以再放水，就可以再放东西，再不断的加进去。所以很多人说牧师，迦南教会现在只有1个牧师，以前都3个，你很忙哎。其实牧师的原则就是很简单。先把大石头抓出来，哪一些是我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好，还没有来迦南之前，我就先告诉我们的聘牧小组，告诉我们的长老，好，让长老大家把这些事情看重之后，好，大家就先把这些事情解决，那你就有多的时间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好，所以共读，好，这样连续共读已经从6月1号到现在好，这样是7个月，200多天，会不会累？牧师没有喊累，好，就没有人能够喊累，好，但是呢，好，这几天真的是挑战，好，因为那个天到底是有没有亮，好，到底天亮了没？好，可是哇，时间到了，好，哇靠，又这么冷，好，迦南教会的牧师馆很大，你们知道吗？好，从那个牧师馆走到我要办公的地方很远，你知道吗？好，那个举步维艰呐，好，但是呢，心中火热，而且你已经有一个 priority。所以呢，也感谢主这当中也没有赖床，好，也没有睡过头，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好，因为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大家都很火热，好，6点半的聚会，好，6点4分、6点3分，好，就跑上来线上在那边等，好，不管有没有人，他就已经在那边等了，好，我觉得好，为了这群弟兄姐妹，好，真的，还有就是很多人也看了这个重播和录影，好，所以每一篇，好，每一次的信息。好，大概平均都会有100多个弟兄姐妹再去 YouTube 上面观看好，所以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追求，好，所以这是一个喜乐的事情，好，但是也盼望大家能够把优先顺序拿出来。明年《经济学人》杂志已经预测了10件大事，这10件大事，我也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了解，因为他的预测是有根据的，好，你应该要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等到你明年这个时候牧师再来告诉你的时候，就太晚了。明年经济学人呢预测10件，第一个，川普上任之后的美国优先，川普在1月就上任，这个紧张趋势只会升高，所以大家都姓蔡，蔡着等，
好，叫做错咧蛋啊呢，好，大家都改姓蔡了。好，因为呢，这个川普呢，好，他会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会使全世界陷入一个新的一个追逐和疯狂。第二个，好，在今年的选举当中，反映了世界各国选民期待改变。刚才说有70几个，好，60几个，本来60几个后变70几个的选举，这些的选举一半以上都变天了，就是原来执政的都没有办法继续执政了。好，所以一半以上都变天了。好，所以呢，也是反映人心思变啊。好，人的心是善变的，所以这对这些执政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能够选上，不代表他下一次能够选上。他在这个位置上，刚才我们有这么多区长、小组长在这边就任，或是在这边接受礼物。但是呢，你能够继续的担任小组长，你能够继续的担任区长，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是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还有呢，原来世界的战乱会扩散，包括中国、俄国、伊朗，我们也看到北韩的加入，在2025年，这一些的战乱呢，可能会继续的扩散，还有关税带来的冷战，美中、美墨、美加，也会影响，而这个洁净能源的技术呢，还是会有继续的热潮，因为它还没有到一个饱和。好，所以如果你要投资，好，你要研发，你要找这个学校，好，你要学专业呢，好，这个节能、绿能呢，好，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学习的。通货膨胀，因为贸易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呢，会让关税好跟这个通货膨胀会加剧，所以我们的钱呢会变薄。好，这个现在吃一个便当要多少钱？80、100，好，以前50块就有50块便当，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好，那我们现在呢？如果你是喜欢吃外食的人，好，你喜欢买菜的人，这个钱1000块，好，通常出去买个菜，以前1000块，哇，大袋小袋，现在1000块，好，只有2、3袋，好，钱就花完了。这是通货膨胀好所造成的趋势哦。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通膨的世代当中，可以继续的生活？好，因为你的薪水不涨，可是物价在涨。所以你不能够只有靠薪水，你就必须要做好准备。还有全球的高龄老化、少子化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也是2025的趋势和挑战。AI 人工智慧，去年就是关键的，今年还是一个关键。AI 人工智慧到底能不能变成赚钱？好，因为现在很多的钱，好，如果不能赚钱，它就不能够持续。好，所以它到底是 C to C 还是 B to C 呢？好，这也是在2025好会要一个关键年了。还有我们过去因为疫情造成的旅行困境，还有这个经济学人很有趣啊，他有一个梗，好，2025第10个预测就是会有 surprise， 好，会有出乎意料的惊吓。好，那这个惊吓呢，他也不敢去知道，但是他说每一年都会有惊吓。好，所以这一些呢列在这里，好，是让我们做好了预备，你能够把这些事情好放在你的优先顺序当中，你好就能够看到方向，看到出路。最后，牧师也跟大家分享，我不会等到跨年祷告会才分享，这个所以我们的主计总处、我们的台经院、我们的中经院，好，都已经在10月都开始预测了，明年的经济是会成长还是会衰退？好，都会往下走，好，会往下走，好，所以大家好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好，你的钱，好，如果你是靠投资的，你是做买卖的，好，你是靠贸易的，好，这个我们的 GDP 呢，好，都会好往下走，好，所以今年可能是一个最热的年，好，因为疫情当中，好，但是再来的经济可能没有那么好过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的寒冬？好，虽然不是很可怕，好，还是很可观，好，但是没有好那么多的红利啊，好，没有那么多的红利。最后牧师要分享的就是迦南教会明年10件大事，好，那我不会等到跨年祷告会，好，今天就迫不及待想要让大家知道。第一件事情，明年迦南教会要庆祝60周年，好，我们有60周年的各种的系列和活动，好，请大家敬请期待。第二，我们有一个全教会的退休会，是定在5月17、18，就是母亲节过后2天1夜哦。好，我们的地点是选在古坑，好，古坑。好，那我们的报名人数是300个人，好，300个人。好，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好，但是每个人都有1半以上的机会可以去参加。
第3个呢，好，牧师也很期待，就是我们明年有一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啊。好，那我们可以看我们周报的第8页。好，等一下我们12点半也会在旧堂49号2楼，好，旅行社会来做完整的说明，也会给我们这个行程的说明书啊。好，那这3个梯次分别是3月16、6月8号、9月7号，我们都是礼拜天的晚上出团。好，所以那天你还可以来做礼拜，好，然后做完礼拜，好，再回家收行李，然后而且坐太行只要2个小时前到就可以了，好，不用3个小时前到。好，所以这个时间都抓得很好。还有我们这个费用呢，有2个早鸟，有2个优惠，一个就是在1月15号以前确定报名的，好，费用可以减免6000，所以163000就变成48000，然后用现金来缴交的，又可以再优惠2000，好，就变成45000啊。45000 12天的德国行程，好，然后总共去了21个城市。而且这个去德国不是吃冷的东西，也不是去吃硬的东西，因为很多台湾人去德国都吃又冷又硬，这刚是人在吃的，好啊。但是我们这个行程是吃人在吃的东西，而且是台湾人在吃的东西，好，所以那个都是要增加额外成本。还有我们定的是3月、6月、9月，好，那除了3月有机会看到雪之外，6月、9月都是非常适合旅行的季节，好，但是能够用这样的价格，是因为预先报名才能够预先定位，好，才能够把那个费用省下来。好，那关于德国宗教旅行这件事情呢，好，有4件，好，牧师想到大概有4个困难。第一个就是没有钱，好，这是最实际的。好，没有钱怎么办呢？互助社，好，对，好，互助社是你赶快去参加社员，可以跟互助社低利率的借款，好，大概2点多%，好，但是要不要还？好，要还，好，啊，你还的利息呢，也是分给陶家互助社所有的社员来共享，好，但是没有钱呢，好，你应该努力去赚钱，好，好好的去存钱，好，想办法储蓄。第二个呢，可能会遇到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话怎么办？就是 priority， 好，把你的大石头先搬出来。这个时间我想要去，我就把这个时间排除万难。好，牧师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这个事情很重要，好，就把这个事情定下去，写在你的灵修笔记，写在你的行事历当中。好，然后其他事情就尽量的挪开。第3个，没有体力。好，没有体力的话比较简单，怎么办？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体适能啊，好，来参加我们的兴趣班啊，好，来参加我们的桌球啊。好，甚至呢多爬楼梯，少走电梯，好，然后呢多做家事，多拿扫把和拖把，好，都是让我们的体力变更好，好，很简单，举手之劳。第4个就是你对这个宗教改革的历史不懂，好，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先做好预备，我们可能去了之后，完全不知道在看什么，只知道这是教堂，又是教堂，又是教堂，又是城堡，又是城堡，又是城堡。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像你没有读圣经，跑去了耶路撒冷，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到底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好，到1年的时间，我们牧师也期待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宗教改革的历史。第4个迦南教会的大事就是圣经共读，好，明年牧师也会挑7卷书和大家一起共读。好，那今年因为后面几卷书都很重要，本来7卷就变得9卷啊，就 service 好，但是明年不会扣回来。好，那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灵修笔记，也盼望我们能够有这个灵修笔记的操练，还有刚才有报告过的祷告会，好，跟祷告小组，好，那也是迦南教会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的，以及60位受洗啊，好，我们明年有6次的圣礼典啊，下个礼拜天就是第1次，好，那感谢主，下个礼拜的圣礼典，好，将近有10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洗啊，好，所以我们就达到了1/6的这个 KPI 啊，好，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来完成，好，各个小组小组长你们的关心、探访、好关怀、邀请都很重要。弟兄姐妹的邀请也很重要，还有60位的小组长。好，我们的周报上面，好，第9页，好，这里的小组长全部加起来大概47位左右。好，我们还需要诞生13到15位的小组长，好，能够继续的长出来，好，成为迦南教会600多个会友，好，都能够接受牧养。以及我们在明年的暑假，好，也敬请期待，我们会办一个非常好这个高规格的领袖高峰会哦。好，那就在这个场地，好，在明年的8月9号跟8月16号。
好，那这个领袖高峰会呢，不是只有限于基督徒，因为它是邀请全世界最出名的这一些的教导、领导、管理的这些的专家学者，还有知名的人物来分享。好，那他都要收报名费。好，如果你去美国参加，好，一个人都是要收100-200块的美金哦。好，但是我们这次江南教会的报名费呢，好，价格还没有定出来。好，但是呢，好，一定是非常的优惠啊。好，领袖高峰会。第9呢，江南教会好，在明年也要庆祝生命教育协会，还有我们的江南志工大队好的20周年跟17周年呢。好，在明年的2月20号跟1月27号。好，所以很快啊，一个在过年前，一个在过年后，还有江南啊，我们的协会的总干事，以及最后好，明年度好，也要我们今年有上完的 A1， 要继续唱的是上半年的 A2 长大成熟，好，跟下半年的 A3 服事训练啊，我们都希望在明年当中好能够来发生，有没有很期待？好，希望呢，好，大家跟牧师一样期待，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好好享受那份喜乐，每一件事情 do things right and do the right things， 我们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好，要好好的来服侍，我们就会享受那个 peace， 享受那个 shalom， 就会享受那一份的喜乐。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最后读这3个经节，请。神的国不在乎饮食，而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及喜乐。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同意见的，不要争论。好，这是14章的第1节，还有15章。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2024年在2天就要过去，这一年当中许多的大事，但是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快速的浏览。感谢上帝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径，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下了脂油，使我们福杯满溢。也求主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那智慧的心。面对新的一年，面对2025年，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威胁，许多的艰难在前面，但是我们有神的灵同在，有上帝的话语同在，让我们借着每一天的做灵修、写笔记，能够挑金句写感受今日事今日毕，让我们能够操练穿戴全副的军装，来预备每一天的日子，也能够来见证上帝你的信实。愿上帝的话、你的灵帮助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仰望耶稣。无论前方路有多长，不要忘记抬头仰望，耶稣基督是我帮助，在光中陪伴我前行。我生命中每个难处，我生命中每个难处，你以能力为我遮蔽，凭着信心走进圣境，在荣耀中经历我主，在荣耀中经历我主，在荣耀中，在荣耀中经历我主，一起仰望耶稣，一起仰望耶稣。风雨中仍站立，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靠势力，纵然跌倒也不放弃，一起仰
源的圣灵，谢谢你赏赐公义，赏赐和平，赏赐喜乐。谢谢圣灵，让我们知道耶稣爱我们，神是爱。求圣灵帮助我们面对今天，也面对明天，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享受呼叫阿爸父，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论前方，不论前方，路有多长，路有不要忘记抬头仰望，不要忘记抬头。耶稣基督是我的帮助，耶稣基督是我帮助，在光中陪伴我前行。一起仰望耶稣，一起仰望耶稣，风雨中仍站立。不要惊慌，不要惊慌，不靠势力，纵然跌倒也不放弃。一起仰望，一起仰望耶稣，脱去重担残累，竭力敬拜，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竭力敬拜，快跑追随，用生命来荣耀你。凭着信心走进神迹，凭着信心走进神迹，荣耀中我经历你。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明白神是爱你爱我们。在今年2024年当中，我们领受满满的爱，即便在迦南教会最感到沮丧，在教会最感到彷徨的时刻，神你的爱依然不改变。面对明年2025年，我们有许多的挑战，我们有许多的困难，或是有许多的计划，这些事情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心里所要的来告诉神，神必在耶稣基督里面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沮丧，不要惊慌，而是有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意、神的旨意来彰显，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信实美好，也让我们再一次见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国家社会来祷告，为着世界来祷告，愿神你掌王权，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这天上。愿主你的话语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常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领受从圣灵来的公义，而得着圣灵中的和平，使你们在圣灵中的和平能够得着圣灵中的喜乐，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神的爱，谢谢神爱，好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爱，没有批判和论断，心完全敞开。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那刚才在介绍当中，好，有一个家庭忘记介绍。好，就是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好，这个丰盛修会传道的3个孩子，好，今天都有来啊，就是玉涵、玉恩还有阿德啊，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好，这个玉涵呢，现在有一个艺名，好，叫做什么？对对对，宝妮，好，所以他是现在台湾是网红啊，好，然后这个玉恩呢，好，小时候看到他很小，现在呢，他是在日本好念书，好，那他也是回来台湾，好，那这阿德呢，好，现在也在俄国，好，在俄国好学习当这个大厨啊，好，我们希望将来好也可以看到这个到俄国报阿德的名字可以打几折。打12折，好，再多2折，好，没关系，报丰盛的名字就好了。好，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好，愿神祝福大家们彼此请安，好，愿神祝福各位。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好喜欢